警衛們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面前，帶着困惑的心情。他們報告時表示，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教導。這不僅是他們的驚訝，也是整個社會對主耶穌的認識。面對警衛的回報，法利賽人的反應卻是冷漠與否認。他們選擇相信自己的傳統，而非接受主耶穌的真理。他們的固執與無知讓他們錯過了拯救的機會。如同古代的法利賽人，今日的許多人在面對主耶穌的不凡時，也抱有懷疑。他們或許知道耶穌的偉大，但仍然選擇不相信。這種矛盾的心情真是令人深思。主耶穌的言語不僅僅是智慧，更是力量，能深深觸動聽者的心靈。他的教導如同一顆種子，播撒在每個人的心中，讓人開始思考自己信仰的本質和意義。當我們接受主耶穌時，生命將會有重大的改變。這不僅是信仰的選擇，更是人生的轉折點。不要忽略了這份不凡，讓心靈來接受真理的光照。